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月7日，诗篇16篇1节到11节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捌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，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。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，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。去对别个生命的人，一定会加添痛苦。我毋参与因的献祭，嘛毋敬拜因的生命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，你高受我应得的份业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，我得到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，每时我的心指点我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，伊伫我的正边，我袂摇动。所以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自在，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，嘛袂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。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，伫你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；伫你正边，我有永远的快乐。感谢主，伊时刻要成做咱的保护，也时刻要互咱通倚靠，因为伫面前，咱通有满满的欢喜，甲永远的快乐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